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，台湾专门种要出口的乌蝶兰订单减真多。南投埔里有乌蝶兰的业者，为了要来拼过年，用实物性的泥质，把这个乌蝶兰喷新的色彩。虽然讲比一般乌蝶兰贵一倍，但是各种特殊的色彩，也是成袂少的民众来购买。乌蝶兰的色水五花十色，有宝蓝色、青色、柑仔色、含贵气红拍拍色，佮有白色、孔蓝色的色水透蓝做伙，互爱欣赏花蕊的人看到目睭拢袂腻。很少蓝色系的，那我们老板他用这个喷剂去把它做使用，那也是蛮新颖、蛮特殊的。太鲜艳了，所以会让我觉得它比较不自然，或者是太人工。新款的色水有人介意，有人说烦恼破坏花自然生长。做染料的厂商都是用植物用的，跟化工用的不太一样。白色是最好上色，因为它不管有什么颜色，吃上去就是原本的颜色。业者讲，彩色喷剂拢是实物性的，袂去伤害到花蕊，可以当延长开花时间。乌蝶兰开到9成，就当直接伫咧花蕊喷色，想要双色卖使。业者讲，过了过年前，乌蝶兰会真抢市，白彩色的花蕊就是要向消费者注意，想要买特殊的色水，就一定爱提早1-2礼拜预定，而且价钱比一般乌蝶兰贵1倍，可能一蕊爱500-600。因为疫情啊，因为那时候销售端都完全停止，所以开始做一些想要变化。肺炎疫情影响全世界，台湾有名的花蕊乌蝶兰出口嘛，因为疫情受到影响，所以业者替乌蝶兰喷5花10色的色水，希望替乌蝶兰的产业搁找出一条救生路。